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23，旧历的4月19，礼拜四。屏东的高树乡一栋砖仔下厝，昨暝8点外火烧厝，有2个4岁甲6岁小兄弟调伫咧厝内。消防队到位的时阵，2个小兄弟已经互救出火场，但是已经无生命现象，送医抢救也是救无倒来。讲这个大火倒起来的时阵，2个囡仔甲爸爸当伫咧房间底困。这个爸爸讲，伊互火焰来请精神，随上出伫外口，要看发生啥物代志。当伊扑面啊了解状况，回头要救2个囡仔的时阵，已经袂赴了。身为爸爸，袂当保护囡仔，伊是相当的自责。啊是啥物原因会来火烧厝？爱搁调查。上队友水线拍火，火已经控制掉了。2个查甫囡仔冒救出来，送到病院去。不过这个4岁甲6岁小兄弟啊，被救出来时已经无气啊，经过抢救嘛是无效。脸部、口鼻、四肢都有熏黑跟皮肤挛缩的现象。2个囡仔拢无救，家属真艰苦。不会说像一般的小孩子那么皮啦。现在就是在讲说看要怎么弄啊，像那个丧葬费用，我们的家庭是没有办法去处理。囡仔阿姨真唔甘，麻烦到讲这2个兄弟的丧葬费用，唔知要安怎较好。这场大火发生伫昨暝8点外，屏东县的高树乡，这间家厝啊出现大火，相对出动17台车、31个人到现场，20分钟就将火拍翻。依照警方初步了解，大火当时出外做事的老母无伫咧，伫困这个老爸呢，就惊赶紧走出去，想要走转去救这2个囡仔时，已经袂赴啊。啊，上怎会火烧厝？相对火调科要伫调查。